阮某谢过石小姐盛情邀约，今日未告知，便携未婚妻来此，还望诸位见谅。有幸与画画相伴，自然是要做一些改变，与郡主相配才是。画画至情至性，实属难得。程安伯，你可要感谢朕赐给你一门这么好的婚事。陛下恩德，臣一生难忘。国公，那婚期你打算定在何时啊？回禀陛下，臣觉得此事还是随孩子们的意吧。那你们是怎么打算的？陛下，我已与伯爷约定，此生只能娶我一人，否则我便与他和离，带走一切嫁妆，和伯爷一半家产。至于婚期，画画眼下还没有想好，等日后决定了再告诉陛下。郡主这般做法，有违常理啊，是不是？这个想必班国公也不会同意吧？就是啊，我说老班呐，这根本就不合礼法，简直荒谬啊！你懂什么礼法？如此说来，程安伯不如嫁过去得了。启禀陛下，臣此生与郡主相伴，再不会想纳妾之事。事故纵有万般条件，臣亦会欣然接受。程安伯说得好，你们小两口的事就由你们自己决定。日子定好了，这婚事定要隆重办理。卖绢花嘞，卖绢花！这位小娘子，这可是京城最时兴的绢花，小娘子来一朵吧。来一朵吧。伯爷，不行。伯爷可真美啊！不及花花半分。公子与尊夫人感情真好。嬷嬷，我可还没嫁给他呢。老身老眼昏花，说错了话，望公子与小姐见谅。无妨的，她本就是我的夫人，改口不过是迟早的事。那就祝二位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。嬷嬷，这绢花我都要了。谢谢，谢谢公子小姐，谢谢公子小姐。伯爷，你真要一直带着呀？只要画画喜欢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看错了。